许多人对家乡无太大的认同感，可能也很少注意家乡的人事物。来福文教基金会培训的两个后生志工冯家义同冯琼文，系中华20人，认真参加志工培训，对家乡中华有为无穷样的认识。这2-3人经验家庭爱好好来认识家乡，每次呢加强文化工作室，对自家生长的素材开始做田野调查同影像记录。今年5月的伊能家庭，透过系行业的文学家来福。针对20炸农抗争事件所写的艺术史来出发，串联在地人的生活同文化，规划的一场20小旅行，为大家了解20的文化内涵。一群后生人当地嘅布置重提，为为定一下为举行嘅小旅行活动来做准备。会去谈，比如说这种事件，我们要谈这些记忆的恢复。那我们慢慢去从这些人的故事出发，然后慢慢走到现在，我们再回到我们现在的生活，我们去谈那这些事情对我们的意义。加强文化公众社的盘同参加嘅民众，始终对炸农事件经验感度好，对中华20同重要嘅炸农事件讲意思。那个巧合也是因为20的地区的区位很特别，因为它介于3个甘蔗采收区的交界处，所以可能我的田在这边，然后对面它就是另一个甘蔗采收区，那两边的价钱可能就会差很多，那大家就会不满嘛，明明你的田在我隔壁而已，为什么你的价钱比较好，我的比较差？所以是这样特别的一个区位导致20产生一个这种事件的抗争。炸农事件总体讲系台湾头一个农民运动，当时以有名嘅客家诗文学家来福，每同亚条炸农写诗，用文字来同亚条农民加油。他用一个很诙谐的方式来写这个故事，那就是谈到蔗农这件事情，奈何就是写刚刚我提的《觉悟下的牺牲》这首诗，是他蛮长的一首诗，然后他就是在讲说，当时候20这种事件发生之后，然后他在帮这些人，算我觉得有点打气啊，帮这些人打气，就是远方的这些斗士，他在为他的就是他的生计做奋斗这样子。那我们一开始是从这边出发，这种事情发生之前，其实20这边，包括当时的庄长林儒，还有这边的工医许学，这些人都有。从小旅行对历史故事讲到头白100民众嘅生活情形，冯崇明同冯家义都系中华20人，识啲其他认识通俗嘅记者条，认真参加来福文化基金会志工培训活动嚟认识。嗰數幾天為鄉下嚟做文化工作，一般嘅記者條未係用來福嘅文學作品嚟出發。比如說，我們今天我們小旅行談豐作的部分，就是在殖民政府底下跟會社底下被壓迫的那些農民，他們掙扎的過程，這樣子對。所以你從他的文學文本中會發現，其實那個年代跟這個年代並沒有改變，這個年代還是有很多的弱勢的族群，所以你從文本中可以學習那個不一樣的眼光去關心你身邊的事物，這樣子。對來福嘅文種導向，記者好識到對無權嘅國土來看家鄉，做批小旅行前，記者作為田野調查同影像記錄，將規劃出200嘅活動。第6嘅歷史事件過後，記者帶領民眾參觀在地一定重要嘅宮廟，未呈現到在地嘅生活導向。可以為客人量尺寸、畫圖樣、動剪刀、裁布料了。在阿美那裡學藝的時候，駐村還是住在家裡。100活動主題圖案建設，未帶嘅民眾突出文學家嘅創作，了解在地是恭敬以後嘅家總結。就我們從這一份文本中，你可以發現2個點。第一個是當時的就業結構的改變，因為你看那個農家，他們從204鄉鎮其他地方騎3公里的腳踏車來到這裡學時裝做布，然後我們那時候也就第2個可以爬出的脈絡，就是當時這一條街的布店產業是非常興盛的。我們會注意到嫁妝街，是因為這條街它有很漂亮1927年建立的那個街屋，然後你會發現走進這條街去買賣的客群都是有年紀以上的。
那这些店的老板都大概是70、80岁，然后我们就很好奇说，为什么我们不会走进这一条街？那这条街到底以前它曾经繁荣过的那个荣景是什么样子？然后包括它经营的菜市场。经过加总结果後，見到在各行業都有歷史嘅傳統市場。到后面就比较是像猪肉、鱼肉，然後一些海鮮的東西就會在後面。對，然後中間這邊，等下我們去這邊就是都是雜貨店或是一些中式行。一百八通未有搶啲市場都有歷史嘅雜貨店同麵店嘅調價，同大家分享呢年嘅市場成分。各市場對同期嘅時代都一下見來見沒落嘅情形。即擺因咧就講因咧攏邊啊攏用做誒。經營這個店裡面，以前生意很好啦。那個過年過節，大家沒有這個超市了，沒有什麼，都是很早就來買東西，都是用那個大那個麻袋啦或什麼來裝哦。到這幾年來，因為超市很蓬勃，結果我們這個生意就沒落了。尤其是我們這個老市場，沒有辦法，就是裡邊交通不便。大家都不會進來。你看老市場全部都是沒落了。大概在20-30年前，204鄉鎮很熱鬧的年代，那時候會有很多酒家跟地點嘛。對，在20，然後他們那時候都就是大概都半夜才關門這樣子。對，然後他們會講一些比較有趣的故事。幾年嘅活動結束過後，參加嘅民眾都對在地嘅市場文化印象深刻。從以前市場已經有70幾年歷史，然後伯伯還依然就是守在那裡，或者是由第3代依然堅持回來去維持他的傳統產業，我覺得非常的感動，所以真的很謝謝他們一直在這裡，就是守護着這一塊文化的傳統。老闆們分享的時候，其實都覺得很感動，它包含我們自己看到。現在台面上擺的那些東西，其實都不是一般在超市上能買的。然後，當然就是客家人就對那個鹹菜做梅乾扣肉那個特別有感覺嘛，就聞到這個香味可以。對於兩個2年後生兒嘅共同來出發，對歷史事件到文學作品分享，在各行業一般民眾嘅生活動向。老蔡天兒以宋氏嘅生活環境串聯起來，安尼參加小旅行嘅民眾同蔡天兒，咩重新認識異地。